好嚟睇下咧，呢個美國極限運動員咧挑戰呢個台北101大樓下，大家唔知有冇睇到嗰啲短片嚇？咁啊呢度咧係 KTAS 嘅體育台啊，呢邊咧希望嚟緊會集中報多啲體育啦，同埋會長期咧去報嗰個 WWE 嘅。咁但係而家咧時數未達到標啊嚇！大家如果入到嚟咧就睇耐少少嚇，感謝大家支持。嗱咁呢個咧美國極限運動員就霍洛德就犀利啊！哇！大家唔知有冇睇嗰啲短片，佢用咗個超高速嘅加速版咁樣，因為佢實際嘅時間就91分鐘嘅，咁但係有網民咧將嗰個影片嘅提速啊，就3分鐘睇完，哇！喳喳聲咁爬，喳喳聲咁爬，咁誒當然嗰個快版啦嚇，但係實際咧佢爬咗91分鐘，都幾堅嘅，因為嗰個地形咧嗰啲各樣都幾限制㗎嚇。咁但係對嚟講咧就好輕鬆，以至咧前度有一個叫蜘蛛人嘅前輩咧，就曾經當年挑戰過呢個，但係當時咧因為橫風橫雨啊，天氣唔好，咁佢用咗咧更長嘅時間先爬得到嘅嚇。咁但係佢形容咧呢個大樓其實就7分難度嘅啫，因為咧佢就爬開嗰啲真係懸崖峭壁嘅，佢係爬嗰啲仲過癮啊！佢啲外國人咧真係好犀利，就係話咧，我寧願啊，即係刺激地咁樣嚇不幸離開咧徒手噶嚇，都唔想咧無聊咁樣過生活啊！犀利，啲外國人真係幾佩服佢哋。嗱呢個101大樓。咁有好多咧，曾經都嚟過台灣爬唔同嘅，有一個甚至爬上個避雷針嗰度，好勁啊！因為呢個咧就佢話7分難度，但係望落都相當難噶啦。但係佢嚟講咧都係7分難度嘅啫，不過都係話難嘅。其實7分都算難啦，即係佢話有一啲更加係10分嗰啲，其實難噶。佢咁樣借嗰啲位爬，但係佢話個難度係唔在於高定矮嘅，係取決於咧佢多唔多嗰啲借力位。會唔會係好多不規則啊嗰啲？所以咧嗰個蜘蛛人就話：我而家係爬啲懸崖峭壁㗎。佢話仲過人咧，天然啊，佢不規則，真係服咗佢哋，犀利。咁咧即係清脆利落啊，乾手淨腳咁啊爬咗啦。咁因為好多啲玻璃啦，有鋁合金，咁佢咧其實就冇啊，直接就徒手。用嗰啲粉去到止汗，咁一路爬啦，然後爬到某個位咧，佢仲特登停低，咁大家哎呀大鑊啦，係咪咩事咧？因為咧話爬下，如果無啦啦停低咧，可能係體力流失咗嘅。咁仲有 Netflix 咧直播，當時話超勁，咁就主持人都倒抽一口涼氣。咁原來咧佢係調整佢身後有一個音樂嘅。嗰啲機咧就係轉歌咁樣，哇！大家就話你都真係犀利。咁佢咧曾經仲神還原謝天華嗰一幕添。咁呢個 Alex 啊，康諾啊，就咧話10年前已經想爬噶啦，仲一度咧好想偷偷地咁爬。哇！真係好難噶，佢爬下又要爬上呢啲位咧，嗰個體能消耗都極大，好難噶，望落好難。話7分難度。咁佢咧係挑戰嗰啲極限攀登嘅，咁自己已經習慣咧透過播放音樂嚟維持專注力同埋嗰個節奏感。但係因為我睇係快版啦，咁亦都應該大家有冇機會去睇翻個1小時啊？佢91分鐘咯，1小時31分鐘，哇就爬咗上去，仲要爬極都有，爬極都有。其實咧嗰個意志力都幾堅，爬到半路啫，你唔湯唔水咧，即係都唔知點算。佢話呢次咧就懸掛喺台北101外牆，身處數百米高空嘅情況下咧，佢仍然可以悠閒地揀歌嗰啲。佢仲更加咧同啲窗入邊嗰啲即係總之入邊嗰啲人咧揮手啊，成啊仲咁得閒啊，仲有咁嘅閒情逸致。咁咧真係專業到啦，可能對佢嚟講都好輕鬆呢啲。咁佢咧呢一次咧，其實個101大樓咧當一個 marketing 咁樣一個策略性合作咯。哇！嗰個 CEO 都仲緊張過佢啊！佢話我冇爬，但係我好似仲攰過佢。最後就擁抱咯，佢同呢個霍洛德。咁亦都咧就透露咗個薪酬嘅。
咁就大家係咪話10,000,000美元啊？咁佢話得6位數美元啊，6位少數啊，唔係佢話係中位嘅6位數啦。咁我諗50,000,000美元，莫非？咁唔知對佢哋啲人嚟講算多定少啊？佢哋都唔自在，佢哋要刺激啲鬼佬就係呢下我幾佩服吓，寧願刺激地即係佢唔介意會跌死佢哋呢啲啊，但係佢好怕無聊地咁樣過生活，真係犀利，服咗佢哋。咁嗱，今次呢就有經紀人咁樣啦，又傾啦，咁然後佢話今次就算冇酬勞或者冇電視轉播或者直播呢，佢都會做，因為佢以前10年前就想爬噶啦。咁今次係得到咧台北101允許，咁所以梗係做啦。不過呢，佢就話嗰個即係薪酬就有啲尷尬咁樣咯。如果同主流體育項目比較呢，呢個係一個令人尷尬嘅數目。佢係一個職棒大聯盟啊，一個球員可以獲得1億7千萬美元啊！哇，攞嚟咁樣比，咁啲記者試探，咁有冇10,000,000美元啊？佢話得6位數美元咋，咁我諗50,000,000美元咯。咁所以如果咁計就都少嘅，因為攞條命搏噶嘛，大佬啊！嗱，佢仲有閒情逸致咧，去同入邊啲人揮手，咁所以咧你都可以知道佢幾淡定咯。嗱，佢一路爬咧，就爬到好多啲位可以就休息下咁樣咯，回一回氣又再爬過。咁佢冇繩啊，徒手添噶，甚至都冇戴手套添，佢靠嗰啲指滑粉咯，雙手雙腳咁樣嘅咋，真係犀利。咁反而一路咧有個人吊住繩影佢嗰個仲危險，即係大家睇到呢次咧就完成咗個壯舉啊 ！Netflix 咧有直播嘅。佢話平時爬山就仲難啲啊，半空中仲可以同啲即係入邊嘅人揮手啊！佢入邊咧呢一層有啲係 Google 嘅員工，真係犀利。咁佢就練徒手攀岩嘅，佢不嬲。佢哋呢啲咧中意攀岩啊，因為就話咧刺激好多，冇規律啊，嗰啲岩石啊，好嘢。但係不得不佩服咧佢個體能咯，即係嗱，佢咁樣爬其實都唔易啦，爬到即係佢要爬好耐啊，咁你可以想象佢以前或者平時點樣練啊，同埋佢2017年呢，就攞過一個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嘅，就成功徒手攀一個叫酋長岩嘅地方，就總共咧耗時成接近4個鐘。爬呢啲爬4個鐘，你諗下佢平時個體能要練到幾癲，真係犀利，好嘢，叫做咧赤手登峰啊！咁佢喺加州長大嘅，就佢習慣咧攀登就唔用繩索嘅，又冇安全網嘅，甚至冇任何護具嘅，即係一下唔覺意咧就拜拜嘅。佢哋好嘢，有時有冇睇啲極限運動啊？即係嗰啲咧跳樓啊、跳海啊咁樣，總之爬跳一個關斗就要跳定下嗰啲。其實有好多真係跌瓜咗，佢哋真係又唔驚，好嘢嘅。外國人就刺激啊，係嘛？寧願驚悶死啊，寧願驚悶死都唔要平平淡淡咁樣。咁咧，佢哋101嗰個董事長咧就女嘅，叫賈永婕啊，就話今次咧即係真係膽搏膽㗎咋。咁亦都得到咧台灣行政院咧前政務委員咧張景森啊大讚佢咧創意同勇氣一個營銷天才啦。咁而家全球新聞啦，其實你話如果用$500,000，即係400萬都唔使，就已經賣到個廣告就全球啦。嗱，台北101大樓咁啊，其實我就話哎呀，點解佢哋唔嚟香港玩嘅呢？以前有班呢啲爬嘢嘅都嚟過噶，靜靜雞偷偷地爬嗰啲大廈噶，咁後來俾
保安員因為安全理由，梗係唔俾你爬啦，你偷偷地係嘛？應該啊，家超就要，不過後知後覺，下年啦，下年約啲邀請啲人嚟爬啦。不過香港又冇一啲咁令到佢哋咁刺激嘅，你話要真係好高好高好高咁樣，咁諗啦，唉，家超嗱咁啊一嘢，佢哋就攞晒嗰個聲威。賈永婕啊，就話我仲攰過佢啊，一路爬一路真係擔心咗91分鐘，因為咧如果啊佢搭瓜咗咧，咁你個輿論就調翻轉噶啦嘛，仲要呢個101就變空襲噶，咁所以真係膽薄膽，要完全相信佢，但係佢哋專業嘅係嘛，不過意外啊嘛，咁今次咧就搏贏咗啦，真係犀利。佢仲要爬到呢度最尾咧，咁樣斜斜地咁爬上去，真係哇好勁，真係好勁啊！呢個康樂啊，犀利，Alex 康樂勁啊！咁以前咧有好多人都爬過台灣唔同嘅一啲高樓嘅，咁甚至爬到上嗰個避雷針上邊，哇真係勁！咁今次咧佢哋啊〜有一個製作人嘅咁啊 James Smith 就記者會上邊咧介紹喎，本次挑戰能夠完成咧，離不開賈永婕咧呢個魄力同支持啊，對佢嘅團隊咧作出全力嘅 support 啊，先至咧達成呢個目標。咁啊，賈永婕亦都話咧，佢唔係豪賭嘅呢一鋪嚇。而係展現咗一個專業嘅治理能力嘅，犀利，夠響夠搶咯，呢鋪贏晒啊！咁仲有係呢個公共安全啦、跨國嘅協作啊，專業嘅監理同埋風險管控啦嘅能力上高啊！佢話呢次絕對唔係一個任性賭博，係一個專業嘅治理，唔係衝動，係制度之下執行嘅。係贏咗，梗係啦！呢鋪贏晒聲威啦嘛。嗱，你諗下，哇，嗰啲鬼佬真係勁。不過自問就冇乜興趣，亦都冇膽啦，大佬。唔係我冇興趣啊嘛。咁唔知咧有冇啲觀眾中意呢啲嘢啦？係嘛，咁啱路過你分享你個，如果你係中意玩呢極限運動嘅嗰個刺激性喺邊，好犀利。我淨係記得細個咧就有一次，喺嗰啲高樓喺人哋某一層，咁咧唔知而家啲樓係點啦。嗰陣就係冇噶，你擒咗去就跌瓜噶啦。咁有其中一個咧就好大膽嘅，咁佢後邊就係出邊嚟噶啦。咁有一個嗰啲駁位，佢一嘢就坐喺嗰個駁位嗰度，跟住我哋其他咧，哇你眼望我眼，跟住幾驚啊，驚佢坐咗一跌啩，咁其實又唔會，但係佢又咁夠膽，直接一嘢幾十樓噶，20幾30樓噶，佢一嘢就坐，即係嗱呢度有個駁啦，咁佢自己一跳，即係一借力一摁上去就個囉柚就坐喺呢個駁上喎。有啲人真係唔驚，冇啊好嘢啊！外國人就嗰個唔係嗰個香港人嚟嘅，真係。嗱，咁佢平時就咁樣練咯，咁有一啲咧就係咁樣爬過另一啲大樓就企咗上個避雷針上高嘅，真係勁。嗱，咁有個蜘蛛人咧就2004年啊，法國嘅就阿倫羅帕特啊，就咧都讚呢個 Alex 啊，咁亦都佢當年咧爬過嘅，咁佢話咧呢個大樓其實相比起嗰啲懸崖啊，即係嗰啲攀崖嗰啲咧，其實就7分難度嘅啫。佢當年都爬過，咁當年咧就橫風橫雨啊，爬嘅時候，佢話咧提到啊，相較於咧攀登高處帶來嘅死亡威脅咧，佢更害怕人生變得無聊嘅，真係好嘢，要不停尋求刺激。呢啲係咪比起嗰啲上癮嘢，即係你俾你懟嗰啲懟呢樣懟嗰樣咧，仲過癮啊嚇！呢啲真係仲刺激啊！
仲更加之興奮啊！真係不得了。嗱，呢啲咧，佢哋爬上個避雷針真係勁。嗱，呢個咧叫阿倫羅帕特咧，佢就試過爬過咧250棟建築物噶啦，哇！即係專家嚟嘅，犀利。咁啊，今日呢個就 Alex 啦嚇，當年老前輩咧就 Alan 就話咧，台北101大樓就佢評為6.5至7分咯。咁個難度性咧，在於個建築物個表面同埋多唔多啲借力位落腳點，同埋個結構咧複唔複雜。咁佢呢個咧都少少複雜嘅，因為佢有一個位倒轉咁爬噶嘛。佢話咧攀登高處咧必然就會伴隨一個死亡威脅嘅，但係咧佢都睇得好淡嘅。佢話一啲都唔畏高，亦都唔畏懼死亡嘅，佢反而更害怕咧就無聊。好嘢，呢個值得去探索同反思。呢個真係好嘢。佢話咧，我怕喺生命盡頭之前咧，發現自己因為恐懼而沒有去做我熱愛嘅事情，所以對我來說咧，我害怕嘅係無聊。咁而家呢個 Alan 咧就喺印尼嗰邊咧一啲好靚嘅小島就生活嘅，真係勁啊！咁佢話咧，現代人啊，一出世咧就被灌輸唔好冒險嘅呢啲觀念，導致咧常常因為恐懼而停止前行嘅。咁佢深信咧嗰個一個文化就係業報同轉世啊，因此咧在懸掛高處時咧，他感受到純粹嘅自由。仲提到專業人士咧都係會評估咗風險嘅。外界咧常常因為新技術，例如無人機啊、廣角鏡啊呢啲咧去放大咗個視覺嘅震撼，但係對於呢類活動產生不理解嘅批評好嘢。佢當年就用4小時先登到頂，因為環境惡劣啊，同埋咧嗰陣大樓原來未完全完工嘅，外牆咧好多一啲咧有油嘅物料嘅嘢咯，有一啲塑膠膜都會跣手。佢話仲整傷咗個手踭，最終咧只能使用繩索吊帶咧嘅情況下完成，都唔易喎。所以今次呢個 Alex 就好勁，更勁呢個 Alex 即係手起刀落咁樣喳喳聲就食生菜咁食。咁佢話咧賞心悅目嘅優美建築就大讚呢個台北101嘅好嘢。好。咁佢仲自己會習慣咧去攀嗰啲岩石咯，因為不規則同埋咧冇規律啊嘛。咁佢反而咧佢自己都推動呢啲即係攀登咧就數十年。佢話咧呢個挑戰重力嘅美感嘅來源好嘢，真係佢哋太勁啦！呢班外國人外國人就香港就淨係揾兩餐返工放工就真係無聊聊啦到又生咗個仔，跟住供樓成家立室，咁到你自由嘅時候咧，你已經50歲啦。咁你回望就當你10幾歲懂事，回望嗰40年，我做咗啲乜呢？係嘛？咁佢哋咧寧願及時享受咗個人生勇於咧面對挑戰。咁呢個咧值得係大家反思探討咁我哋呢邊咧係一個體育台嚟緊，都希望咧能夠報道多啲關於體育嘅嘢咯。咁同埋咧希望遲啲聚到個人流就大家一齊去關注 WWE 咧呢個摔角運動即係其實我知佢係假嘅，但係當一啲連續劇睇係幾好睇嘅我哋日後再睇下可唔可以聚到一班咧摔角嘅狂迷
咁啊，大家咧如果嚟到呢度就幫手睇長少少嘅影片嚇，幫我哋咧達到翻個時數先，因為暫時仲要儲一啲片量，儲翻嗰4000小時嚇。咁啊，多謝大家收睇，記得咧碌多幾條片嚇，睇多少少啦嚇。咁啊，感謝大家支持。